亲上台湾，我真假每个台湾人，无阮新加坡人，我每说上爱落遐，我要归台湾。客家人，伊的本身的精神挺好，多多唱歌，唱歌你就会轻快乐。唱歌係，我哋講係我嘅專業上面，創作落學過嚟，對唱歌嚟講要好開嘅興趣。因为时代在改变，社会在变，有好多 Q 版龙啊，现在跟你做的事情呢，虽然跟大家繼續啦去做，有咗新嘅東西呢，就係靠嘅年輕人去發揮。你的路就好長，慢慢來。客家人向前行，上一集為您介紹新加坡客家人艱辛嘅奮鬥過程，通過前人嘅腳步，新一批嘅客家人會用創新嘅方式表現客家精神，重新發揚客家文化嘅光芒。距離台灣4點鐘嘅飛行，會在於馬來半島南片嘅新加坡，建國冇到40年，就成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，在世界金融市場佔嚟當重要嘅地位。在新加坡270萬嘅人口中，有75%嘅華人。呢組嚟講係新加坡擁有基本嘅傲人成就嘅原因之一。客家人雖然只係其中嘅少數族群，但係卻從建國以來一直扮演定領土者嘅中心地位。故所新加坡嘅路政策、從事教育以及5星地位高嘅提振，就正係客家精神嘅表現。新加坡第一任總理李光耀就係傑出嘅客家人嘅代表。最先，佢係以嘅歷史嘅身份，帶領新加坡人民爭取自家嘅權利，脫離殖民者，成為獨立嘅國家。也就為客家人唔講見面、熱愛堅持嘅精神。基本嘅新加坡唔但經濟發展優勝，也積極嘅提倡文化，各種文化團體留藝術節嘅遍佈。特別嘅係單唱嘅合唱團就有200隻。新加坡人用歌唱來抒發情感。來到新加坡嘅客家人也從合唱團嘅背度來唱出客家嘅味道。林麗賢係來台灣嘅歌唱家，在台灣讀國中嘅時節，就被音樂先生發現到佢嘅聲音十分嘅特別而優美。後來在神學院完成學業之後，佢到意大利去學習聲樂。爸爸都係男高音啊，伊係美音樂老師，我爸爸自家咪開鋼琴工廠，所以從小就很喜歡音樂。新年1989年轉到台灣嘅林麗賢，蘇斯嚟兩下嘅老公，結婚之後搬到嚟新加坡一帶。因為自家仍然對歌唱事業動有興趣，故所開始創辦合唱團。新加坡人一點冇太好，冇音樂太好啊！正要開始，以前都冇，所以他們每個人很喜歡唱歌，所以他們全部亞團員哈，全部都是愛唱歌，然後都搶來一起。然後再組成這個合唱團了。
水田列出傳統客家歌謠，描述過去客家生活嘅辛苦。雖然時代已經改變，但係林美賢還喺詩典來呈前年嘅辛酸。我都想台灣客家人嘅生活，佢農業一定係跟新世紀下看到台灣過到辛苦嘅，然後又想到每有人嘅打工打人，又唔好好情形，都會上海都係有文化嘅衝突。學生們就會感受到欣賞，對於唱歌和教學擁有嘅唔單止係專業，還有藝術。學生李國強也係愛唱歌嘅客家人，前年在山度辛勤工作，鼓手唱歌嘅來舒緩。現代客家人在城市地會度打拼，有同樣嘅心情。鼓手唱歌嘅對佢哋嚟講，一樣係一種天生嘅能力。因為我就喜歡唱歌，所以唱歌係都得講係我嘅天意嘅生命，所以就係唱到老學到老啦，冇對唱歌嚟講有好大嘅興趣。我當然要除了一個禮拜練習一擺。大家練習一擺，我當然各人呢係同佢學，幫佢教，訓練發音，訓練聲音嘅改變。聲音個即各人一個禮拜係練多一擺。得閒啦，就係一個禮拜要練多一擺，特別係練。當然也種聲音呢係一種相當好微妙，好高傲嘅一種藝術。所以對我哋人唱歌嚟講，一定要經過一個時候呢，就唱越好。呢當年輩唔敢開嘴嘅學生嘅，就先在林美賢嘅帶領之下，尋到了自信，尋到了客家人放上唱歌嘅權利。參加合唱團已經有第3年嘅楊秀本講，唱歌為咗對幫助佢疏解工作嘅壓力。因為新加坡做工啊，人多係嘛好緊張喎，你為了消遣用啊。因為聯絡也太多，一般嘅暑假唱歌嘅人，而家聯絡係感情嚟用。那你唱歌之間，你話對你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嗎？哎呀有啦，因為做得啊把心情啊好輕鬆過日子樣。我平時做工啊都好緊張嘅，把精神學啊都係舒散樣。也有多年就會喜歡唱卡拉 OK， 滿足自家嘅表演慾望。我係喜歡唱歌，係喜歡tập堂體，喺堂體以外咧，係覺得有好多朋友啊，咁有節目啊。那本身做乜行業啊？家庭主婦啊。哦，那你來街參加嘅街有啲叫嘅？係參加有年啊。哦，那你還有學一些感覺，讓人生活上有乜嘅差別喎？一定有啦，對唱歌好興趣咯，也要學到呢個開始時唱歌唔咩講好厲害，唔要唱歌啦，唔要唱歌嘅教藝唱歌啊，你們用唱歌啊方式啊，咁樣都學到唱歌藝，所有卡都可以唱歌啊，拉嚟唱下卡拉 OK 啊。愛唱成個嘅客家人，其實係以啲啲嚟調節自家嘅聰明人，故所將唱歌嘅快樂分享俾更多人。
林美仪只有越来越上忙，越来越乐在其中，一啲咧也冇覺得辛苦。看到他人很開心，看到他人跟面帶笑容的唱，能夠唱出一點曲度，一點咧，我怎麼講，一點唱啊可以唱出一點的心思，唔會想過多的煩惱，還就挺開心。有冇同樣的環境，也不同樣的觀念。但是呢，就是說，一直覺得我自己覺得說，真的唱歌會挺好。係咪希望乃至唱明日可以唱歌，多路嘅馬可以唱歌，可以參加合唱團、合唱團，唱了對自己有充實，將來也都困難的時間，你去唱歌，你就可以排除你所有的煩惱。合唱團創辦了1周年，團員們用下來設計兩個唱生日快樂歌，佢哋用歌聲重新嘅發揚嚟客家文化。未來，他們在新加坡忙碌嘅城塊腳步地區度，用歌聲嚟期盼大家。除了唱歌嘅之外，來到新加坡做生意嘅台商，利用假日打球嘅，唔但做嚟運動健身，也做嚟假期費聯絡感情。大家對於青年嘅教育問題交換意見，因為新加坡嘅語言和教育制度，對於台商天二台嚟講係一大考驗。客家人向前行，時常先行有晴天。廣告之後繼續明介紹。在新加坡，最尋到一道特殊嘅傳統行業，就做地尋到早期客家人在新加坡打拼嘅歷史。像係大拍鐵嘅開當鋪、經營衫褲店、藥材行，還有木匠窯嘅幾乎都係客家人。在新加坡邁向現代化嘅過程中，客家人同樣係重要嘅參與者。新加坡独立53年，它的经济是到海的时间。当初呢，李光耀总理去请求这个蒋经国先生协助这个新加坡走经济发展。就是所以那时候该公司呢，洋油工业就尼龙丝的一个公司，就派我们来新加坡。和新加坡开发做的成衣工厂，同时会向尼龙丝，这是1970年开始。经过2年呢，我又轉移咗。過後呢，我公司1996年又派開出來。為了前現代新加坡客家台商嘅腳跡。2年後嚟睇做，攞一群兩條山嘅台商朋友，約參兩條菜蛋糕嚟打嘴鼓。佢哋早前係來自台灣嘅客家人，做兩條兩公婆就係從事天子業，因為有業務在新加坡，而搬過來嘅平台。因為俺本身在台灣是電子嘅生意，就也跟新加坡呢共創也有到生意啦。緊做，緊好還是移民。假日是拜6啊、禮拜大天啦。農業期間呢是早上是以也咖喱啊，大家都是一個聚會，像人家有個網球俱樂部啊。新加坡雖然有70%嘅方言，但係使用英文來作為官方語言，使得呢條客家台商必須花當長嘅一段時間，才能夠實現當地人嘅溝通。我農業期間哈，
因為攞嚟寫呢講嘅，巴文係冇問題啦。呢個日文係就談唔出，因為佢只強，就喺新加坡嚟強，新加坡嚟強，所以談起來所以怪怪，呢邊拖係美國應該仲啊，呢個啲係講喺度談嘅。但時間喺度，慢慢啦，佢哋融合加社會仲好，喺度慢慢談出。回想起當初面對語言不同嘅情形，底下點都覺得當好笑。既然夏天嘅決心，而且意向長久嘅基礎下來，硬着頭皮又係克服困難。假使講冇當初嘅勇氣，也就冇機會來享受根本嘅成果咧。係講拄到唔曉講，講嘅粵語嘅嗰種係嚇，嗰陣時我咪嗰時，直到佢差唔多講咯，啊，講到日本講到嘅有啲叫為談嘅學羅，佢哋講福建話、閩南話啦，佢哋呢個對於限制讀書嘅客家台上天二台來講，台灣嘅英文教學環境同新加坡完全冇相樣，所以呢根本就睇唔到學校嘅進步，也愛老師呢造成成熟嘅動態嘅壓力。但係客家人從事教育，太人識字，向下讀書，終於也有了我們嘅成績。而且呢塊事情呢，所以個落差，出街學習嘅落差。落葉時間呢，因為佢要點講啊，讀英語啦，日文嘛，日文就係聽唔到啦，都啊佢補習，慢慢佢是聽人上，從提前間呢還差，見到就對上去。是我們是請假是有請假冇問題啦，走掉了就又好了。那時候我兒子那段時間，那家不是插中啊，非常的辛苦，因為日文跟不上台灣嘛，所以喺我面根本都冇法度，所以我變成講全天候的陪着他，天時唔敢看。你是睇我本地補習，搶那邊小學老師來補習，所以新加坡人成日講啊，你搶安貴嘅補習老師哦，但是我們想講，呀，一定要這樣做。招生做不好，搶老師補，他從特意補習班補，佢很爭氣。頭一年當然是非常的不好，跟不上。到第二年他就很爭氣，是考到差不多可以拿到挑前3名啊。我妹中四成績還算可以啦，是很平步青雲的上去了啦。實際上，客家人啊，非常吃苦。同時呢，也非常的做事情非常認真，對國家的認同，對客家族群的認同啊，非常的強烈。所以我一般我去到越南去到馬來西亞，通常我會表現我的行業，所以我也得到當地人的支持，因為行業呢。一般來講啊，就是經濟上啊比較哈冇像福建人啊、潮州人、廣東人表現這麼強勢。而行業這邊大部分係處在一個山區裡面，所以一般嘅文化水準差過。因為客家人對教育非常的重視，所以一般的客家人年輕嘅客家人呢，大部分啊。受到比起個野外教育還強，所以呢一點來講，是講客人對呢馬來西亞也好、新加坡也好，甚至於也泰國也好，一般的表現來講唔係差。新加坡客家台上嘅天二台，體驗不同嘅教育制度，又係體驗冇相樣嘅管理手法。新加坡嘅編輯制度，同台灣冇相樣。客家台上嘅天二台。帶點擔心有其他嘅心情，雖然捐出到海外去增加見識。政府規定腎臟病人讀大學。我見新加坡亦政府規定。所以一定該任何誰來都一定要腎臟病人讀喺大學錯，全部係咁嘅。除非你做得現場講，你愛出去境外讀書，讓做得愛基準啊。可是大家都專門愛腎
走遍，让转来淘汰好。前3站日去训练中心受训，受训出来是派去部队咯。可能起来到，是听人部队听人动他为主的。从我又去来去泰国，我又去澳洲，我又去云南，然后参加这个受训，可是我冇去台湾。新加坡地方同时的，冇按到地方不同受训，所以就知道其他国家加地方受训。分享生活经验，唔但帮助客家台商实现上分嘅环境，应用佢哋不止係感到上學。佢哋唔但像係身體當中嘅夥伴，也唔但像係同鄉，但係同甘苦、互相照顧嘅朋友。故所特別搭起橋過後，大家切鄉下注意做台灣料理，甚至係客家美食，重要嘅菜色才係向係更加嘅容易好嚟。講多一些就好。我很习惯，是的啦，现在这个东西是辣，去到这里辣椒了对吧？但是专门是干时装卖，专门是干做，是干客家。呢啲是講，可能都有些人清楚咗啦，呢也是的，你講台灣。大众上胃口很好，适合。一点有的因为从小的胃口是莫按乖。然后呢，上去有啲聚會啊，等於家庭人大家住後出去，有卡又嘛，輪來輪去。思念在台灣嘅青年，客家台商當年最期待嘅就係在過年時間將台灣來青年團結。在海外各地打拼嘅兄弟姐妹們，終於做得轉到家鄉團聚，講下嘅1年來嘅心路。通常係1年轉一次，掛紙，當年要不然掛紙轉一次，因為喺你台灣做過年嘅時候，春節嘅時間，所有嘅兄弟姐妹全部就掛紙，不可能講下個集中嘅時間，掛紙時間呢，太不集中。所以普通話就是掛紙，也是平常呢，人家就點發我一幫休息，平常人家就自家來送禮物，我一幫喺一邊落。在新年1857年，來自泰國嘅客家人在新加坡成立茶用會館，出嚟服務鄉民，也肩負着保存客家文化嘅重要任務。客家人向前行，時常先行有晴天，廣告之後為你介紹。來自泰國嘅客家人在新加坡為了照顧同鄉，在新年1857年成立茶用會館。會館嘅規模和組織在100年來長期發展之下，除了服務鄉民，也肩負着保存客家文化嘅重要任務，含集定高希和現代客家人嘅情感。中外第一個從泰國演地會就有一個茶用節，往擺我哋茶用會館嘅行政經濟中心都做茶用節嘅事。那麼幾笪地方咧，就啲經常啊為不太水，還有喺交通方面也冇安方便，所以咧就日後就辦個較平嘅地方，較冇乜水災嘅地方，那麼就從輔料嘅地方設啲演嘅中心。泰國客家人經營安強生意經商理財，出嚟一批著名嘅工商企業家和政治人物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
就會來自太埔嘅客家人，也係茶陽會館嘅永久榮譽顧問。太埔人嚟講，往擺啦要20一個節，包括一個年期。今仔做店嚟講啊，其中有3個節啊，分配有其他嘅節管轄範圍內。今仔就創造18個節，最權嘅小食最少啊。個李光耀嘅節咧係古雅節。金丹係一位優秀嘅政治人物，也係一位具有親和力嘅總裁。而且政治蛋糕表現不凡嘅協行，對於太埔客家人，甚至係全新加坡客家人嚟講，造成係心目中嘅驕傲。來自各地嘅移民分別將自家嘅文化帶入新加坡，創造嚟新加坡文化豐富多樣貌嘅特色。政府雖然重視各民族原有嘅文化，但係在政治蛋糕採用統一嘅語言。久了之後，反而社會中嘅客家人文化認同越來越薄，最先出現嘅情況就係客家話失傳。方言啊，包括客家話咧，就從人哋下退落去下，會失衡。因為屋下有受教，有時按到啥嘅富人家喺其他嘅實驗，好似福建啊、廣府嘅，按到啥嘅溝通嘅法，要用普通話或者用英文嚟溝通啊，所以下一代都冇機會學到那方言。按到啥茶陽會館只有感覺到按到啥嘅客家文化，再落去嘅話就講唔補救嘅話咧，嗱真嘅嗱嘅客家文化會消失嘅，所以說俺哋就想到能夠講，俺哋嘅下一代能夠了解那客家文化，所以說俺哋就成立呢個會館。語言係種交通工具，文字就係記載文化嘅工具。會館在保存行業蛋糕發揮嘅功能，因為在會館的背後，客家人有機會使用客家話交談。老人家打麻將、打棋子、打嘴鼓，消磨時間。會館嘅希望讓後生人多到會館嘅行啊，加點不同嘅參與，自然嘅學習客家話。因為客家文化嘅未來，需要以後代嘅後生人繼續去推展。俺哋就也想講來到俺哋嘅會館，俺哋有機會大家講客家話，希望也能夠影響到俺哋下一代嘅年輕人，也能夠啲客家話係慢慢講嘅，咁樣咧，俺哋嘅會館就能夠帶動俺哋嘅客家文化嘅前進。從茶陽會館呢嘅民間社團嚟講，能夠在百年歲月中生存下來實在冇簡單。也造成係因為客家人在離鄉四處打拼嘅日子中，深深嘅感受到祖先傳下來嘅美德，真係佢哋嘅精神支持。故所會館嘅規模慢慢嘅擴大，也會有拓展，為透過行通將精神發揚。我哋會館嘅職責嚟講啊，就比較多方面嘅。我哋職責有嘅慈善股，慈善股就係講專門做呢個慈善事業，啊，好像資助嗰個安老啥較窮困嘅鄉人，啊，還有嗰個安老啥嗰個好像社會行其他嘅族群，安老啥也要支持佢到啥，還有一個文教股，就係講辦法呢度獎學金鼓勵安老啥加上嘅子女權利讀書，啊，安老啥用獎學金鼓勵。不過那獎學金咧也要搬兩間學校，就往擺我哋茶陽會館要建立一個啟發學校，啊。
這個學生按到啥也支出嘅獎學金，還有一件係大橋學校。大橋學校雖然唔係講茶陽會館直接管理嘅學校，不過咧佢往擺係按大部分人全力嘅一個學校，也屬於按大部分人嘅學校，所以按大照樣支持其他學生能夠領取獎學金。茶陽會館嘅文物館就像一座客家生活博物館，從悠悠嘅建築物模型同早期嘅手工藝品，一直到見一下家鄉風貌嘅相片，用新加坡嘅客家人對自家嘅文化有更多嘅認識。客家人向前行，世上先行有晴天，廣告之後為你介紹。茶陽會館最讓人驚奇嘅就係客家文物保存嘅數量相當嘅龐大，從一張地圖開始描述先賢兩班經過100又100嘅遷徙，最後來到新加坡。文物部就頭先安達有提到嘅，安達做乜成立文物部咧，就係講能夠帶動安達啥嘅下一輩嘅人了解那客家文化，所以說安達啥接落來就要成立一個青年團。青年團咧就係講希望佢能夠接上安達啥嘅會館嘅事業，能夠更了解安達啥嘅客家人嘅節慶和內治，希望佢能夠也係能夠繼續落去發揚那客家文化。早期客家人所使用嘅工具、生活用品，在儲存中日益陳列。嚟到見一下已經冇再使用嘅器具，後生人會去感到啲興奮，但係卻係見到客家前輩嘅共同體驗。我哋白料最主要係介紹肯定嘅客家人，客家人嘅身份、客家人嘅顏色啊，或者係嘅服裝啊、節日啊、風俗習慣啊，讓係嘅年輕人啊了解啲客家人原本嘅傳統係乜樣嘅。同時呢，讓係年輕人啊，第一日打從唐山啊來到新加坡之後，那麼所從事嘅客家呢個傳統嘅行業，俾佢了解下，有冇會一日嘅傳統嘅行業做。咁啊，最主要就係係想講嘅就係，大家展覽館咧，咩做咩展覽時嘅東西，呢裝住仲教育嘅東西，希望年輕人或者要來了解呢客家人嘅人咧，就知道呢客家人嘅文化到底係點樣嘅。為了愛呈現傳統客家建築嘅特色，會館甚至製作了立體模型，傳統建築正房嘅外觀，由內部結構透過模型做成咗嘅清楚嘅看到。對於客家人有特殊意義嘅係有苗人嘅古蹟，像係李光耀嘅家鄉古蹟中漢地，還有曾經擔任清朝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莊比士嘅古蹟光玉梯，早前變成重要嘅觀光景點，顯示了客家人從事以成就來光宗耀祖。
会馆因为成员嘅回馈，故所拥有足夠嘅資金來體驗辦學校，真正落實照顧同鄉嘅信念。新年1890年設立茶陽惠春義社，提供貧苦嘅客家人醫藥服務。新年1906年，茶陽會館重辦啟發學堂。隨着野外親愛嘅客家子弟們，終於做得唔少受力嘅技術技能嘅行業。本身嚟講，你喺各種嘅唔同嘅人響潮州人啊、福建人啊、廣東人啊、海南人啊，嚟到南洋呢片啊，都要記一種嘅種子嘛。你喺客家人嘅種子，其中嘅種子，所以辦學教育知識、教傳文化，培養客人嘅肢體對教育方面、對文化方面、對社會方面有貢獻。所以客人對文化、對教育方面嘅重視非常重要。一般所以兩個人栽培人才，未來人才對社會國家嘅有用嘅東西。畢業相片老同學了，因為年代已經19已經忘記了。前面來到新加坡，雖然生活艱苦，無限定家庭成績，對教育依然係相當重視。就算係我讀時，也係送子女去讀書。呢個時間，會館發揮了同做強基嘅作用，幫助當時生活比較艱苦嘅客家子弟接受教育。創辦呢個會館、會師之沙學校嚟講，都係為咗安利啊村民啊嘅福利着想啊。對自己呢個貧窮嘅客家人嚟講啊，提供啊健康方面嘅嗰種嘅福利東西啊，提供嗰種而目前去看私營市場啊或者嚟講，而要求咧本地嘅會館嘅茶會館或者嘅惠春之沙去開闢嚟講啊。經過啲介紹嚟講啊，要可以舞台啊，又可以生活啲東西，一傾啲啦。當時有國小到私校嘅分別，國小係6年級，私校係4年。後來因為新加坡教育制度嘅變化，所有師範嘅學校全部統一由政府規劃辦理。學校嘅教務運作完全遵照政府嘅政策嚟做。因為政府嘅政策規劃統一啦，都由政府嘅執行，政府嘅實施。由政府執過後嚟，變成咧其他嘅中小會嘅支持嘅，變成呢個市政支持呢。目前嘅學校嘅行政方面，包括校老師呢個行政方面都要政府嘅透過舊相片來舊文化嘅熟悉，我哋完整嘅拼湊出頭擺新加坡客家人完整嘅生活形態。透過介紹，生態嘅展覽文物就變成了一段又一段精彩嘅故事。
古历史也會方言未來。茶陽會館內繼續設置了客家文化研究室和圖書館，希望吸引其他種族嘅人，還有後生嘅客家族群，共下來分享客家文化嘅精神。客家人向前行，時常線下有晴天。廣告之後繼續為您介紹。茶陽會館嘅客家文化研究室，佢係客家會館嘅先例，使得會館從單純嘅社團提升為研究機構。館內豐富嘅客家文化簡報、圖片、刊物、學術論文以及地方演誌、族譜等等，吸引學者前來參觀，甚至有來自海外嘅學者到兩人來簽資料。呢種文化交流，使得客家文化研究在學術界慢慢嘅受到重視。目前呢，客家研究室的那個第一個步就會先收集資料。不過，既然慢慢要開始有好多嘅海外嘅學者，一啲人會館有嘅客家研究室啊，所以都然後會來參觀那個研究室，翻那個資料。那麼也有好多嘅學者呢，也係希望呢邊呢提供嘅資料俾你。所以那個研究室呢係開放式嘅。唔單單客家人做研究客家嘅東西，希望呢其他嘅社團人呢，而家都嚟研究啲客家嘅。咁希望將來呢，就把佢哋或者呢啲客家研究嘅東西啊，嚟啲出版啊，或者啊啲會館做負責出版，保留人嘅資料，讓啲客家人翻自家人研究用品。另一邊南洋太后中文呢嘅何炳寶。目前係擔任文物收集嘅工作。佢講客家文物嘅收集只有相當大嘅耐心、勞毅力，係你每代新嘅發現和收穫，造成用佢再一代嘅佢嘅努力嘅決心。睇到豐碩嘅研究成果，佢亦在攞地方嘅客家居民分享。不少茶陽會館成立咗自家嘅圖書館。用開放式嘅書架，鼓勵一般民眾自家來看書。對於後生嘅客家子弟來講，亦係最容易接觸，也係最輕鬆嘅方式。那麼這一個圖書館嘅用途呢，即係聯絡鄉親們到會館來，這個參加活動嘅時候呢，那麼一個佢到圖書館來看書。一方面呢，就會增加自家嘅知識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一做好多嘅鄉親們啊，聯絡相遇啊，那麼同時呢，那個圖書館呢，也希望點樣，讓嗰個年輕人呢，能夠參與嘅會館嘅一些活動，因為有個目的出嚟邊，你都看下書啊，係個唔係做其他嘅運動啊，你就看下書。會館嘅規劃十分成功，每項設施都能夠被人充分利用。從過去嘅珲春義沙老啟發學校，到今本日嘅茶陽文物館老圖書館，茶陽會館不停嘅向應用版嚟追求進步，不斷用實際嘅行動嚟回饋鄉親，並且將傳承客家文化嘅基因開起來。會館是呢個嘅文物館、圖書館，同時係客家研究室主要嘅目的咧就係講。有文物館嚟講，就係保留呢個會館嘅一啲史料啦，讓嗰啲後人，尤其年輕人啊，了解呢會館嘅先輩們啊，咁樣再實日嘅會館嘅用途。同時呢，讓嗰啲青年人呢，佢哋自家嘅體會，將來啊接班啊會館嘅工作嘅時候呢，佢哋要一個新嘅面貌出來。因為時代在改變啊，社會在變啊，有好多 Q 版農民現在幫人做嘅事情呢，雖然今日係繼續啊。
去做。为了新嘅東西呢，就係靠嘅年輕人啊去發揮，大家就會使佢嘅會館嘅功能啊能夠發揚光大。客家研究室呢，主要就係研究咧客家嘅文化。你唔單單可以講看過去，同時我看將來。通過研究呢，把呢個傳統好嘅東西保存落來，同時好嘅東西呢發揚光大。同時研究咧客家人呢，讓班去發展，讓班去開拓個新嘅天地來。你先輩們一定艱苦嘅去創業，艱苦嘅開拓嘅一件事情。你後代人呢，再變成乜嘢？呢個先輩們嘅精神，繼續去發揮，發揚客家人嘅優良嘅傳統，發揮客家人嘅精神。採用會館成功嘅百年來家鄉嘅風貌，為所有客家人留下歷史，以後從倆人出發，再去創造新嘅客家精神。在新加坡，呢個細細嘅島國蛋糕，從建國嘅最初就將傳統嘅客家精神實踐在現代化社會嘅制度地位度。而新一代嘅新加坡客家人，無論係在哪一個工作崗位當中，都能夠揾客家文化新嘅面貌。未來嘅路有幾長，佢哋嘅規劃就更長遠。離開